繼續來關心這第一甘油的風波，目前這台中市府是針對着福壽公司延遲通報甲罰600萬，也嘛即馬呢，各地方政府也繼續咧追查。彰化市是發現這個廠商，甚至閣包括着 Costco、好市場，也閣瓦城等等，目前已經要求有風險落架。也來衛福部是表示講，這是個屬會量早來公布，重新上市的規範。繼續追查問題油的流向，來到下游業者的灶骹詳細檢查。台中市食安處12暗時接到福壽公司通報，表示6月底自主送件的2件產品檢查出苯邊比超標，使用的就是中聯的大豆沙拉油。不過福壽在7月初6都已經收到檢驗報告宣布依照規定即時來通報，所以對2件產品各採取相關的額度300萬，計共600萬。那福壽進前因為延遲通報起罰300萬到達已經累計裁罰900萬。在美國來為例，他如果是用行政處分的時候，他不一定能夠處分太多錢，但是他用消保法來處分的時候，他可以讓一個大企業甚至可以倒閉。所以可以知道消保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。學者講，唔通干那是將重點放在延遲通報罰錢爾，應該要有更加全面的品管，也個消保機制。這問題油早就已經流入去市面，各縣市府嘛繼續追查。彰化縣衛生局針對中聯油脂今年4月到6月期間生產技術有問題油品，繼續來追查下游的流向，發現講瓦城、好市場，也個 Costco 等等連鎖業者嘛，攏去掃到風台尾相關的產品全面落架回收。我們叫預防性下架，那同時我們要趕快協助來進行相關的檢驗。那檢驗合格之後，我們會有一些相關今天會有一些相關的規則。如果說在符合這個標準之後，那再讓預防性下架的產品可以上市。需要所表示，以風險落架的產品，若要重新甲放去裡賣，就要完成每一批油品的檢驗，確認符合安全的標準了後，才會使提去裡賣。不過這中聯油脂有問題，這批油已經流入去市面，這送驗的結果，刷甲下游用到同一批油的業者送驗的結果無對同，這目前愛閣釐清。記者綜合報道。